如果大家都好似我咁，對脫毛係有要求，都會想揀一個專業嘅脫毛公司，就可以留意我啱啱介紹過嘅 Hairless。咁我根據我上年體驗過嘅 Hairless 專業激光脫毛品牌嘅經驗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都有做少少 research， 都有試過去網上查詢 Hairless 療程，佢哋嘅客服人員係答得非常專業，客服仲會建議返我需要嘅療程俾我。所以如果你哋好似我咁，未真係好了解自己嘅需要，又或者未試過脫毛，都可以 WhatsApp 或者電話喺 Hairless 度查詢。當你成功預約到療程之後，相信大家最 concern 應該就係收費。我之前去 Hairless 脫毛之前呢，有專登上佢哋嘅官方網站睇過啦。佢哋啲價錢呢，全部都係超級公開透明，所有價錢都可以喺官方網站查到嘅，所以我當時都安心好多啦，完全唔怕脫完毛後會有海鮮價嘅問題，唔怕有隱藏式收費，仲有7天顧客購買療程保障計劃，令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安心。脫毛機配合治療師嘅手法手勢先係最關鍵，咁所以我覺得間公司嘅監管都好緊要。我喺 Hairless 度做咗幾次療程，發現到佢哋嘅治療師嘅手勢真係非常細心同埋專業啦。每一次做咧都會覺得佢哋手勢係好一致、好穩定。Hairless 嘅脫毛機我覺得同我以往喺其他美容院嘅有好大分別。Hairless 嘅療程好放鬆，佢哋每一下準備脫毛前治療師都會細心提點。可以嘛，都係接受到嘅。準備做每一個過程都會提醒同埋 take care， 我留意我有冇唔舒服。最重要係佢哋公司內部監管做得好嚴格，咁先可以確保治療師跟足專業安全程序 ，make sure 到做激光脫毛嘅安全同埋效果。所以喺挑選脫毛公司嘅時候，審視一下佢哋嘅內部監管啦。荷爾蒙嘅改變都會影響毛毛嘅生長㗎，但人人效果唔同。Hairless 嘅脫毛計劃，一個價錢一個部位，更係永久保養㗎，會持續咁幫顧客解決毛髮問題。只要你有需要，就可以預約專業治療師幫你跟進。同時間佢呢一個售後服務係有嚴謹內部制定指引，所以完全唔需擔心之後有毛髮生返出嚟嘅問題。Hairless 係會持續跟進，同埋每次完成 treatment 之後，佢哋係會有智能化嘅記錄，等不同嘅獨立部門都可以幫大家跟進毛髮情況及預約。而去到最後一樣我重視嘅嘢，就梗係佢嘅環境同衛生啦。好似 Hairless 咁，佢哋每一個步驟都會徹底消毒。我留意到治療師每次都係俾一次性床紙及一次性即棄剃刀，獨立包裝濕紙巾，每次都會更換毛巾。加埋 Hairless 品牌主力係女士專屬脫毛公司，所以佢哋每個房間都會設計到私隱度高啲。而佢哋所有合資格嘅激光脫毛治療師都係女治療師，所以絕對唔需要擔心有任何尷尬嘅問題。